各位好，今日我要同大家一齊認識氣候變遷中常見嘅術語名稱。我哋將以簡單易懂嘅方式了解呢個看似複雜，但係同每個人息息相關嘅議題。我哋將一齊了解呢啲有關氣候變遷嘅常見術語同名稱。我哋每日嘅活動，好似係揸車、搭飛機、用電，都會產生溫室氣體，尤其係二氧化碳。我哋稱呢啲總量為碳足跡。了解自己嘅碳足跡係邁向減碳嘅第一步。常以二氧化碳當量 （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） 表示。碳定價 （carbon pricing） 為咗減少碳排放，好多國家開始實施碳定價。呢個有兩種方式。第一係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，政府設定總排放上限，公司之間可以買賣碳排配額。第二係碳稅，直接根據排放量課稅，比排碳越多嘅單位付出更多成本。全球暖化 （global warming） 由於長期燃燒煤、油、天然氣，地球嘅平均溫度逐漸上升，呢個就係全球暖化。佢會引發極端氣候、海平面上升等連鎖反應。氣候臨界點 （climate tipping point） 氣候系統有啲臨界點，一旦超過就可能發生劇烈甚至無法逆轉嘅改變。例如格陵蘭嘅冰層如果大量融化，就會造成海平面不可逆地上升。氣候情景分析 （climate scenario analysis） 呢個係一種工具，幫助政府或者企業規劃各種可能嘅氣候未來，提前設想應變方案，降低風險，把握轉型機會。常見嘅兩大風險類型：實體風險 （physical risks） 如極端天氣、海平面上升、乾旱等；轉型風險 （transition risks） 如政策變動、碳定價、技術革新或者市場偏好改變。分析方式：定性分析，敘述唔同氣候情景下可能發生嘅事件同影響。定量分析，使用模型模擬氣候變化對營運、資產或者財務嘅具體衝擊。碳捕捉、利用與封存 CCUS， 呢個係目前對抗碳排嘅技術之一，把工廠或者電廠嘅二氧化碳捕捉起嚟，唔俾佢進入大氣，之後可能攞嚟再利用或者封存到地底。真實嘅案例，台電喺台中火力發電廠設置咗碳捕捉試驗園區，透過吸附與分離技術，從燃煤機組排放嘅尾氣中捕捉二氧化碳。呢啲二氧化碳會先儲存喺高壓鋼樽當中，未來將注入地下鹽水層進行封存。呢一個計劃預計每年可封存2000公噸嘅二氧化碳排放，並計劃擴大規模至2035年達到每年100萬噸嘅報碳量。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， 呢個係聯合國所成立嘅科學組織，集合全球頂尖氣候學家，匯整研究成果，為政策制定提供科學依據。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（COP） 每年都會舉行締約方會議。各國喺度進行談判同協商，當中喺幾次氣候大會期間達成咗一啲重要嘅協議，像1997年京都議定書、2015年巴黎協定、2021年格拉斯哥氣候協議，都係喺 COP 中達成嘅重要成果。下一屆氣候大會 COP30 將喺2025年11月喺巴西舉行，地點喺亞馬遜森林大城貝倫。京都議定書呢個係第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嘅國際減碳協議，要求已經開發國家實際減少排放，為全球碳市場建立咗基本制度。巴黎協定 （Paris Agreement） 係一項非常重要嘅協議，呢個協定幾乎所有國家都簽署，目標係以工業革命前嘅水平為基準，將全球平均升溫控制喺2度以內，並努力達到1.5度為上限，係氣候行動嘅重要里程碑。格拉斯哥氣候協議 （Glasgow Climate Pact） 呢個係第一次喺聯合國正式提出要減少用煤，亦都承諾提供更多資金協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遷，係一個讓全球減碳邁出新一步嘅協議。氣候變遷確實好複雜，但係只要我哋理解咗呢啲基本概念，就能夠參與、支持改變，並為下一代創造更好嘅未來。感謝觀看。